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艳牧师。5月20，参与上帝的拯救。我们要来读以赛亚书42章1到25节，其中第6节这样说：我上主呼召你，赐力量给你，使你在世上主持公道。我要借着你跟世人立约，我要使你成为万国之光。经文一开始就说：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这位仆人，神的仆人是谁呢？当然，很多圣经学者说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啊。但我们看看19节，又说到这位仆人呢，是谁逼我的仆人眼瞎呢？谁逼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？谁瞎眼向那与我和好的呢？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？哇，我们好像很错乱。以赛亚说的神的仆人究竟是谁呢？或许换句话，我们这样来说，我们会更清楚。在13节以前是对以色列的仆人说的，而14到25节是对以色列的百姓说的，也就是先知向犹大的百姓来呼喊，描述百姓是眼能看见却不领会，耳朵开通却不听见，但耶和华神却是行公义的，在他那里有律法可遵从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里面有说到这个我们的神他兴起的仆人，他有神的这个性质。可是神的仆人呢，是指的是以色列的百姓，他是神所拣选的仆人，他兴起在外邦中要来见证他，要来荣耀他。然而百姓却是被火找找也不知道，他们远离神却不懂得反省。哇，这种光景我们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？我们对许多的事情，特别是神的话语跟恩典，我们习以为常，却不觉得稀奇，也不知道来反思。这就是先知所说的，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，耳朵开通却不听见。不领会其实就是毫不留意呀。先知说百姓对神毫不留意呀。我们得罪神，离弃神，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软弱，被许多不同的事情所辖制，但我们却不留心神，不听从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就像被火找找却习以为常而没有感觉呢？幸好这一位神对我们来说话，他兴起弥赛亚耶稣基督，他施行来拯救。弥赛亚之歌在这里1到9节，他说：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，我所拣选的。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们被神拣选拯救，我们就要跟神一样成为他的仆人。我们也要起来来服侍神，来宣扬主的福音。现在所指的神的仆人，更多的是说我们的教会，基督的教会，因为我们跟神来连结。主耶稣说：我是真葡萄，有真葡萄树，我们就来跟神连结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基督与我们同在，神的灵放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可以侍奉主，传福音，我们就不丧胆，不灰心，不看自己的软弱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神要我们知道，就在今天，神如勇士临到，这是神被兴起的日子，是神福音拯救的日子，是复兴的日子。神造我们，神要扶持我们的手，保守我们，使我们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之光。我们回应神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赏赐救恩的主，愿我在你的呼召拣选中有份参与你的拯救工作，求你赐下智慧，
开阔我的眼界，使我有更宽广的宣教观，让我能够透过更多元的方式让人领受你的救恩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就起来服侍神，传福音。纵使遇到困难，我们也不上胆，不灰心，不要看自己的软弱，而是我们要来仰望看我们的主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，也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